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综艺圈阿群妹。大家好，阿群妹真好食东西。故说好，今日嘅节目当中，我来同大家来分享一项，做对讲佢係调味，咩做对讲佢係啊保存老式东西嘅方法。先來佢係乜嘅米線咯，佢就按到走馬。其實頭擺行嘅對啊走馬同鳳曲，一切就搞唔清楚。先來走馬係乜嘅，鳳曲係乜嘅，啊兩種之間先來有乜嘅關係？今本日節目當中，一擺同大家講，同大家幫大家搞清楚，同安全唔安全好冇？細細嘅講來分享今本日節目地度也有請到嘅來賓來分享啲老周紅糟鴨的豬肉全做大家分享。大家好，我是老周紅糟鴨，我是周玉泉，我來到信州福橋。好，分享做大哥來到節目當中哦。謝謝。今本日聽講你係對呀走馬還個鳳曲一定了解。冇啦，懂清楚有冇？因為其實也對大家嘅老師地度可能較老皮嘅人懂清楚。不過像我就會想講，鳳曲，走馬一種係種種東西，一種都係鳳。就有一點搞不清楚，故少好，先來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大家講咧，你就按照鳳曲，你就按照做媽。鳳曲就係燥的、乾的，然後做媽，這個發酵完變成做媽，變走媽，所以就是這個東西。唔過頭擺啊，聽講也鳳曲也走馬，一直以來老師人都有啲嘅用，喺乜嘅時節會用到走馬？做媽吼，其實。應該是講源頭那種鳳曲的源頭，它作用動廣泛。哦，客家人拿來保存食物，好，基本它可以發酵吼70%，應該醃製做狗煙的時間白天公白河哈，那就肉類蓋鴨豬肉，身體應該要表人，還等它重要的節日。就該西朗轉來，一種拿出來，然後來就隨時就隻肉，就隻做鹹菜。哦，做鹹菜上係大菜就對了，對主菜。一般人講客家人的菜，按照四文四炒嘛，但是呢少一隻凍旺一隻肉。哦，你看四文四炒，絕對冇一隻紅肉盤、乾肉盤，懂嗎？所以說。做新菜，一般客家人在過年的時間，除非講地馬上會倆經驗會來，那會起雞起也不，還唔過臨時來，那種按講獨地獨流出來，我就做嘛。顯爐後嘅。對。啊，隨時就有好食。所以這就是客家人啊，你講客商，好，其實唔係講客小氣啊。不是，你喊食嘅時間就已經有按用食咧。有。哇！這個你做媽吼傳承唔係講，因為客家人倆因推翻雜肉，我蛇應家做肉，我阿太家做肉，我阿太太咪肉，你係其實睇落來冇因啲，啱講話你生喺個地係，食時間吼，因為冇買零食哦食，挑些東西吼，是個按講獨個獻啊紅來，是特定有食。那種快樂，你就是你也不用去偷那個什麼糖果去找糖果吃，就是拔一個肉來吃。所以覺得頭擺個記憶就成為最美好的回憶。對，所以這個只是一個保存食物啦，狗年期間的嘿，和閩南人、河洛人哈，這個做到倆繼續讓它發酵。哦，所以繼續發酵。走馬繼續落去，本期發酵。繼續發酵，發酵後必須100%發酵，繼續變成。要喝它的酒，所以馬祖的老酒就會繼續發酵，和個做馬來撈起來，當過會產生的酒粕，流往來，好就變煮食。哦，我以為你要說酒粕拿去做保養品。對，沒錯，就是做。所以就有一個科學家就研究，那個為什麼那個阿嬷海邊的馬祖的阿嬷這一段手特別皮膚好，就是酒粕面膜，也就是因為這樣子來，傳說據說是這樣子來的。天師當空公公都有按用公酒粕面膜，所以他臉是很皺很乾的，但是他手這一段是特別的嫩，所以酒粕面膜確實是也是這樣。原來對，因為它做媽在《本草綱目》裡面就可以促進血液流通，所以挑白的時間，應講挑白什麼朝代？幾千年前打仗的時間，你講看部隊啊，為什麼按摩紀律，他走的那酒也是，他走的酒，為什麼走的是酒？哦，
认为是酒可以去淤青。啊，因为它活血嘛，对，铁白摸该叫铁打药啊，它是食酒就好嘞，最好就是这样子。古时候你跟他讲呀，风球同皱吗？比方种某种用的地方，就会说出太呀风球，这个是糟诶，这个是干的，干的，这个是一种，这个是再来米哈，米地炉，然后它这个红曲菌。它在红曲菌是一种菌，对对对，它在水里面、土里面到处都有。好，然后只是我们这个菌种在传，突然间就传到这个米饭里面去里面，然后特别谁，他印象上冻谁噶，阿公文那里爱去晒，晒，他要晚上那时候特别会走，但是还冻谁应该啊走俩警察会做。怎么改呢？因为这个在台湾刚光复的时候，这个我们做酒的话是违法啊。头白是公卖局时代，超，头白是就马上就走酒你吗？外省人买不开后白是一只眷村。眷村呢，好，跟着外省人吼做酒，绝对唔会不跟做，因为所长这是时代背景故事。派出所的所长嘛，还外省人嘛，所以那时候可以做酒，所以说一定要走酒号，还要说可以跟他们靠近一点的地方做，就不会被抓了。所以你阿公头白还会做风 Q， 会做风 Q， 对风 Q 这个菌开始。做风 Q 米，然后风 Q 米再来做皱吗？做皱吗？啊，做皱吗？不是，这个都不是为了要营业用，因为以前不会营业，都只是全部係為到去教嘅食天。好，所以講家下做了啲東西嘛，唔係講做當去做，其實煮盤煮好，還植入了菌種。让它在缸里面，好，卿卿我放到缸里面去，然后它里面就会好像是传播一样，卿卿我我，你侬我侬，然后就变成整缸都是。有点像做头油哈。哎，对，有一点像，对不对？让它染菌这样子。对，它就会这样子，然后缸子晚上就会热，那隔天再拿出来，就是这样子。啊，就做风 Q 米。做风 Q 米，然后呢，等到下冷的时间，就拿出来揉杂个煮盘。盘浪向下搅，等下融化向下搅，就会产生，就会发酵。不可以切到这个煮好的饭上，对不对？对，然后再进缸里面再去发酵。哎呦，发酵几久啊？这个发酵长度很热天来讲哈，一般跳白的洗头哈，阿公阿婆的洗头，该冇可能做，因为刚才夏天营年长又是白牛核心，所以跳白唔会用人做。啊，底下因为嘿营业，我们是做商业行为，底下走差不多20天左右。他挑白阿公阿婆洗的走，差不多要30天到40天，浪天的时间。底下看到的样片是嘿做妈的样片，对，没有错，对。哦，底下是什么米？这是什么米？糯米，糯米。哎呀，它不用的嘿。风 Q 就是这个风 Q 米，对，风 Q 米，对，风 Q 米用到那个蒸好了吗？这还没蒸，蒸好的，哦，不是按呢，就做那种用盘子啊，脆熟哦，还要用翻蒸哦，嘿，用翻蒸脆熟，怎么该用翻蒸啊？呀，还有按到煮饭的东西，你怎么该还要用翻蒸哦？戏剧效果，你好老实哦，戏剧效果。其实你全部是用那种电锅煮啦，一定比较快，而且它才不会烧焦。那种盘整脆哈，说实在跳白小时候，阿公哈脆了，还有烧味香。阿公的技术还好，你下技术冇按好。没有错，他跳白他声音，因为很大，然后就更脆唔熟，他声音有种的太靠近。像过年做年糕一样，就是反正有很多他们的习俗啦。我们只能这样说，小孩子不知道也不敢问，怕讲错话被骂。跳讲你讲，你阿公会做风 Q 米，啊唔过你下技术已经冇睇咧。冇咧。哦，因为2个原因，因为第一个是我阿公因为讲两种东西警察会做冇讲来爸爸做嘞，好，所以阿爹就冇这个好。啊，第二个现在的季节环境也不适合做，因为气候变化太大，因为走后一俩哈，风 Q 米，它是用染的，然后必须要在外面晒，晚上拿进来要
蛮长的一段时间，所以说摸走嘞，好爸爸把摸走了，他说全部用，因为要营业用，所以还要全部用卖检验合格的药因为这个红曲菌哈，在像比方说在有一些国家，它有很多都是做假的。哈，还有假哦，非常多的。其实像这种东西，很多人都是直接用，有些人可能就是用米而已，他可能只是用染色而已。给人以为走马没有发酵怎么办？所以它只是染色的，你表啊落去，叫啊落去，它不会发酵，缸子不会发酵。所以说就走不出走马了。哎，所以说走马，它是一个酿造，它没有经过时间发酵，它是不会香的。跟我们人一样，人没有经过磨练，不会成熟。哎，对，就是这样。这个本来酿造就是这样子。懂有道理哦，可以啊，做呀发酵嘅东西啊，要做走马，原来啊，要有按到要注意嘅事情，还有按从嘅时间这样做得做会出按好米食嘅走马。唔过好呀，走马做好以后，还做得变出嘛嘅好料理呢。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进到节目当中。好，今日来同大家来分享呀，走马，熬唔进来，走马吼，是，家下要讲嘅呀，风腔米来做走马，一下在个强台嗰度同大家讲一下呀，走马上来用办做，走马就是，也剩糯米嘛，对，剩猪喉、脆狗，嘿。我们有一句话哈，走妈，我们用在阿扁总统家就在推客语教学，好，所以我们就讲年下西街走妈，阿婆进糯米，用盘整，脆熟有脆 Q， 脆熟有脆 Q。风曲变米酒，盘浪强下脚，水产业意，电发好，电发好，香喷喷，做盖做鸭做猪肉，老贵家的心全部做强下，其实像这句话，刚刚我们就讲了，你看哦，用糯米脆熟有脆 Q。第一个，你看它不要煮得像稀饭一样哦。为什么不要煮得像稀饭？你要让 QQ 的，然后呢加上这个红曲下去，然后两红酵呢，等于慢慢抽起来，发酵起来，产生它的酒，有酒气才会香。因为恩也煮的水也哈，就完全很快。它可能3、5天就有出现水的，但是不会香，没有酒气，因为刚刚一直讲的，一定要时间让它去发酵，所以说我们能够到它30天、40天会更好。所以说以前的人会像现在的人做这个哈，海挑白蟹肉，用到水落去，摸米酒嘛，那你下蟹肉米酒和麦，然后说盘浪，盘呢刚刚讲的糯米煮好嘞。到了风曲，盘浪强下搅，捞到米酒，刚刚看到该系米酒，用来搅，然后就泡进缸里面，然后等了30天，它就好了。不过咧发的东西啊，就是同家嘅温度，可能湿度没有关系。炒。那这样子的话，琼雅它甜死按斗边发，那不就是你有很多个要控制的因子吗？我们从控制的第一个。从了哈，因讲挑白因做东西啊，全部贴到个等蛋糕。哦。讲挑白做，水唔会含唔会讲哦，搬种等了表啊，因为不卡动浪，全部很耐转风。啊。挑白以后全部很耐转风，没有水泥哈，所以从记得做了全部表该抬左挑顺挑，还少，对不对？有风，有温度。对，这表该还少。然后呢，表该还少的地方，然后再来上面要盖一层。布哦，这个布叫什么？很重要哦。马盖布。然后呢，斑帕。
做半年的嘛。嘿，所以四四方方的一块，那块布要盖下去，为什么要盖下去？因为一来发酵，它会产生水汽，水汽产生，然后如果说今天当个会添了一堆木板，好，它可能会发霉。产生发霉就会有杂菌，以前人也有这种观念哦。你看，他就怕杂菌，所以说一个板帕让它吸水汽，所以它这个会越吸越多，越吸越多。但是吸了之后大概20天，它又开始干了，布也会干了，但是它的水不会滴下去。所以讲，基安走的皱吗？吸更拉，所以就会很香。但是像呀，哈个甜食没等于从下一步的安念啊，前一步的有一些人，所以讲干啥？寒天的时间会做喏。所以说讲了哈，冲浪的时间哈，特别讲夏天唔会做妈妈，因为特别因浪天长就杀鸡杀鸭嘛，好，因讲浪天干天气很冷的时候，其实我来去캠피。然后，我给盖棉被，就把盖冻上冻出来屁嘞，天冷，还是一样在暗公顺那个台风挑顺挑，天屁给它盖起来，卿卿我我，你侬我侬。给亚哈喏，亚哈做的没做的不用到木头顺通啦，啊，不过热天的时间会做喏。哦，从热天会做，该做会让它吹冷气。因为如果温度太高，从那有时候到现在还没有到端午节，已经30几度了，36，嘿，它发酵的速度太快了，太快又不会香，就不好吃。对，某时间不能给发。对，所以说要经过时间发酵的东西，就一定需要时间，不能求快。所以你看爸爸走了哈，做这个做妈第六个高，跟我们讲一句话，不要求快，不求多。要求好，我还都不敢走森林美恐龙啊，不用做最大，不用做最多，我们真的想要走最好，好，然后最好是能够做到唯一。唯一，对，其实唯一不是说把别人通通让菩萨全部走腾，不是，而是说，能够做唯一，我们就能够知道一直要去改进它，有很多东西可以，老跳白精神，从来就该染冲，该掉哈，全部可以跳白搂住线住就走，已经把它忘记了，做到有独特性啦。对，要不然我们太容易被人家取代。好，我们不了解这些东西的故事。对。故说今日就来讲故事，讲本大家听。讲睇下做走马嘅故事以後，就會來說呀走馬來做出來嘅料理了。先來同大家來分享這個走馬鴨。我還來反問一下主持人，好，為什麼您講走馬鴨？走馬鴨，嘿，今天好像有點像在做客語教學。因為杜紅啊學海陸啦。那我要請教，為什麼叫做咒媽鴨？沒有聽到咒媽蓋？沒有嗎？你會覺得好奇怪啊！大家都說咒媽鴨，咒媽好像也沒有咒媽妞，有嗎？咒媽妞有咒媽妞，但是咒媽妞一般說所謂的咒媽妞就是指鴨肉。那這個其實有個文化，有個歷史文化故事啊。那挑白鴨肉哈，鴨肉係桃竹苗下肉銀都來食，那一年只有一次而已，會有肉好吃。該其實狗年該長就殺雞殺鴨，客家人就凍桑，該桃竹苗的客家人絕對冇雞肉好食。太部分了，為什麼？這是真的哦。我講給你聽，你就知道。挑白那個該改哈，都該新營嘅噶，就為肉銀。客家人講按照飯來收這個雞去台北橋去賣。佢本人賣雞食。是女人，佢種下人就鴨兒長食鴨兒，佢雞就到那裡賣。所以講，百姓全部客家人全部係用鴨肉做的嘛，這百姓面是這個原因。原來啊，嘿，所以講，桃竹苗的客家人食的鴨肉，就會偏向於比較成熟很硬。Hello。對，你知道為什麼？對，也有原因的。為什麼？因為營養長血一白，所以阿公阿婆那個年代全部是個稻煎鴨。
所以12月，你看一只鸭子养了12个月才杀，那个鸭肉确实比较厚，也比较硬。所以我们俩饮食习惯很适度，个嫩嫩的养3个月、4个月的鸭子，我们会食5罐。爸爸会讲，我俩安嫩。所以讲做妈是从这样子的来。原来是按呢。对，改拿来买因。阿伯就拿来做走马鸭，汉中的冰冻酒。对，它也是，就是因为我们连除夕的那天晚上拜天公，拜完之后，然后就拿来泡。哇，就会按用金都呀，然后腌制。呀阿伯爱选整锅，也是煮锅。煮熟，没有任何诀窍，就用水煮。就要给几只金都。整个也可以，贵州没做得，独好一点一点没做得。你也是独好，也是独好嘞。嘿，然后等3、4天以上就可以吃看。哇，试试看。有个走马给装色了，有一点点像豆腐乳，又有一点点像梅子的感觉。梅子，有点甜甜的，有点咸，酸咸。对。这就是发酵的，其实它味道很多重。你看东久没按用车夹是走马好久了。做妈是真的是可以让人家，所以说我有一个客人，而且东茶饭呢，很想配一碗饭。这个吃做妈就要想到对很多历史故事。我先讲我一个客人，你刚刚讲说你想到已经很久没这么吃，我最多。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客人是一个106岁，106岁的客人住在花莲，他刚因跳白日本时代，为了要种甘蔗，去到花莲后山种甘蔗，他刚因，然后那个阿嬷，她已经好久没有吃到粽妈了，就她女儿从我这边买回去，结果呢，从大概5、6年前开始一直吃，而且她只吃到现在106岁，她还是只吃粽妈鸭肉，就代表鸭就真的那个头白肉丝食到的那种米食，其实都会有回忆，会回味。对，所以说很多东西不是说。走胜利因，动因想要去改变，但是改变的幅度如果太大，它会失去它的味道，所以不能求快，不能求多，不能求说有就好，所以它一定还是一直重复的，需要时间。我一直讲的时间，有时间，韩国青牛威士忌肉头白嘅做法，漳州的老鸭走马嘅后面是，甚至呀走马鸭嘅故事都也哈韓州的講出來本大家聽。阿佢每日咩忙事，談過嗌爸爸，也係阿公同嗌講一件事情。故時候，佢每日真係好多動到，不過還要動到後面是還蠻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個轉到節目當中。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總醫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我愛同大家來分享走馬。唔過講到呀，走馬呀發酵嘅東西呀，我就想講，奇怪，是優格就是要吃冰的。是的。那我就有一個問題咯，今日嘅講是農民，然後就要來問一下，係講是走馬嘅法，走馬嘅東西，比如講剛才講嘅走馬鴨啊、走馬肉啊，也都真係愛加少冇，加少同冇加少有那片好也唔好誒。其實講了，煮少，然後冇煮少哈，其實就2種原因。一講跳白阿公阿婆的時代，阿公阿婆的時代，因為跳白的做媽哈，他為了保存食物，佢做會做媽，他要加鹽巴，這個凍烘，因為冇笨效，所以他保存肉類的時候，它很鹹。那我記得熟嘅肉冰落去，係然後來個那行來剁好咧。還記拿去了花燒、脆芽燒，紅麴菌，45度以上，它就會大致上就已經被殺死了，
就是一些所谓的我们就讲健康一些教授，他们就讲说红血菌很容易在高温底下就被杀死了。好，黑白也是的很冇笨象，它很从两下，如果说一半，我们第一个我们饮食习惯马莫是按憨嘞，所以我们做的比较淡，但是我们制作的过程莫像阿婆也是的，在外面放在外面，做妈走嘞，变成笨象毒嘞，然后把鸭肉放在冰箱里面再腌制嘛，所以说这个时候。一般从是茶鹅油鸡，脆哨，茶鹅油鸡脆哨，起都起怪，那就是很奇怪。所以这个叫做饮食习惯。但是说蒸热与不蒸热，完全是取决于说大家喜不喜欢吃。应该讲，迄讲伊啲嘅做呀做嘛嘅过程当中，有可能有切到也到插拳嘅花，就建议大家了，要去蒸过啊煮过。唔过迄讲伊喺客厅呀，都有安全嘅做法，喺无插拳嘅。按用就做得无加小是人的啦，对不对？其实因为菌我们看不到啦，所以说我们还是说稍微加热一下的话也是不错的。对，很超。不过谈讲像走马呀这种东西啊，唔但像客家人有，头摆地啊中国嘅世界啦，有这个在福州是不是有那样一种走马？福州知道客家人走的空中。取70%的发酵它发酵完之后呢，记得唔係像你係真熟的東西，客家人因為是節省節省，滷膏熟的東西是唔得取代冰箱。福州人記得係為了醃製該上我們這還有咩的福州鰻魚啊？是不是有點像有點像調味料，然後給滷膏讓它醃這樣子，醃肉的醬的感覺。對，就是這樣子。所以講幾家下子，撈幾條鰻魚，然後放到醬裡面去泡，但是它撩紅了，第二就會找個煮狗，完全是生的這樣子。這個紅糟的料理非常非常的多，像我聲音美就白芪醬，它是坐月子的时候拌饭煮汤圆也可以。白芪就是我们讲的甜酒酿嘛。对，所以说非常多的料，但是终结我们这个饮食文化，我们如果没有好好的传承的话，好好的研究的话，反而其他有些像日本、欧美，他们都已经开始在研究红曲这个区块，但是我觉得。我在做这个红糟的有这种感觉啦。我们去日本，大家都知道日本的纳豆对很养生很有名，然后越南的鱼露很有名，对，欧美的起司很有名，对，这些都是几百年几千年的。但是我们中华的饮食文化里面有个酒糟，这个也是很久的，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好研究下去，所以说。再过一阵子也就快要了端午节音乐节。今天录影这个红糟鸭跟端午节有什么关系呢？没关系。吃这个就要想到谁，你知道吗？谁？想到屈原。跟他有关系？非常有关系。有没关系？屈原大家最熟的诗是哪一句？完蛋了，投汨罗江前写说的那一段。渔父，我是渔夫，对不对？好，渔夫，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大家只知道这2句话。对。但是呢，你看，那个他是鲁国人嘛，对不对？对。战国时代，离现在大概2300年。他下一句话是什么？何不剥其糟而错其理？剥其糟就是吃糟，这个糟真的可以吃哦，就这样糟。然后呢，错其理，喝酒，当狗的酒。然后呢，5月5号是不是天气最热的时候，在船上喝酒配糟，所以说这时候血液流通最快在头上，难怪他当然会很。性侵动物，我知道了，都挑啊嗨，太多优势了，长就总好些，所以这是连带关系的。但是我讲这个文化故事，只是说要告诉你说，在2300年前就已经有酒糟，我们更需要，对，更需要把它传承下去，然后把这个文化不要忘记了。
泰国牛讲到吼，亚走马做在做东道种无香嘅料理，包含亚走马肉，基本你们 T P 有带到走马肉来，对不对？走马肉糖果你还特别改良过，对，做什么样的改良？我们做松板。松板，挑白的，因为冇买松板肉，松板其实讲哈，挑白有上层肉，然后无应该常好些，开开的，啊，不过咧，因为我们是商业行为哈，你也讲开开的生意不行，所以要调整口味，对，所以要调整，所以就变成松板肉，松板肉，真的，挑米冇挑紧，嘿啦，肉挑紧嘞，对不对？完全味道都没有调整，就是肉调整。就好像是多咧红肉，成因为讲红红，涩，好，它是第六个是钙皮。啊，古总你就做松板红烧肉，对，还有鸡腿肉就是这样来的。然后那特别这个松板肉跟鸭肉其实是味道是大同小异的，但是比较有个特色是红糟的香肠，主持人可以吃吃看这个香肠。对，呀，烟囱看起来这个，你这个香肠你要先看一下，它还有颗粒。有一颗一颗红红的。我这边特别要讲一下，外面也有讲的所谓的红曲香肠。你们公还捞都会拉走。很多人都会在讲到，你吃吃看这味道。它有没有淡淡的酒味？对。OK， 你要洗头就这样揪，但是甜甜的，甜。对，但是它有没有咒妈的味道？没有，对不对？没有。OK， 大家讲一下这个香肠也不是我们发明的哦。好，我要讲一下，因为刚刚有讲过我家的环境，因为不开在三合院在新丰，还有不黑叫眷村，是一个眷村很大，我声音记得会走烂仓，会走酒，他叫走酒警察所长不会做，对不对？我们这个是历史故事，本来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阿公阿太挑白就黑杀猪的人，然后呢，猪肉没有卖完怎么办？大概我的声音7分瘦肉，3分肥肉，拌一拌，走盐葱。然后呢，他们就去做，然后呢，四川人就加点辣椒，就是用他们的甜酒酿。哦，他们只是放酒酿没有下去，就是用他的酒下去，然后再加点辣椒。湖南人就加点黑胡椒。就这样下去拌一拌，然后就拿起来晒。那我阿公阿太来就该揪了，是做妈表了叫，是安走出来的。哇！就是你现在吃到的，而且是清甜眼嘅。对，所以说你现在吃到的这个香肠是有所谓的酒香味。对。然后外面的我们看到的红曲香肠，第一个它只有颜色。哦，佢咩不用走嘛，佢係不用粉球，佢係不用含芒发嗰啲东西。对，所以鸡毛发酵的东西没有香气，没有味道。对，没有香气，所以说香肠很让人家诟病动作黑，因为它必须要用所谓的亚硝酸盐啦、防腐啦，或者什么样其他的着色剂这些东西，所以。你用红糟的话，它的颜色很漂亮，但是就是说，你可以看上面还有一点点颗粒，就是红糟。它是非常的，是外省人改变我们家做的。对，而且看到两个人都糟透了，因为他就是在用他的，因为其实你看跳白银几件伤，你讲跳白银冻伤，咒妈没有倒掉的啦。对。他一直吃到清明节，这咒妈就是，所以你讲咒妈喊补，其实不是补啊，是因为你3餐都在吃这个东西，所以你会觉得说很燥热，就好像3餐都，所以咒妈妈妈那时候生小孩子的时候都拿来让我们他比较多奶水。妇女比较多奶水是这个原因啊。古早出台做盐葱盐哦，很多人拿来做甜的。对啊，米糕这个其实是有个典故啦，因为这个风 Q 是红色的，一半主持人结婚了没有？这个有点是算有还是没有？不知道怎么回答哈。然后呢，刻板印讲结婚过来做米糕全部黑表，怎么的表木汤，只能放黄糖。黄糖为什么？黑糖不吉祥啊，不吉利啊。太腐味，米糕不能那么黑，可是黑糖米糕很好吃哎。黑糖米糕，黑糖不吉利啊。
结婚不吉利啊，不吉祥啊，对不对？所以它一定是放黄糖嘛，好，或者是红糖，对不对？哈，一定是这样子这种糖。然后阿婆那时候，因为我特别种下全部去嘎种，然后这个颜色是非常红的，对。然后呢，就放在糯米饭一起里面去煮，所以它就变成整个米糕就有懂酱的色，对，然后再加点龙眼干下去，所以我们那个应讲种条烟，也就应加烟某种结婚的时间做米糕。就是这样子，放点红曲下去。所以说红曲的功用其实是很多。其实我要讲说，包括现在做酱油也是一样，只要是经过发酵的，它是非常的香，非常的颜色色泽非常的漂亮。冇错，基本上就是东欢喜有抢到泰国好，雷同大家来讲呀，走马唔但抢有呀好米西，还个要老实说呢，很用版来走马好。神梦主泰国同大家分享，谢谢。没什么电视机条件观众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来做运动哦。